小朋友，哨牙兼缺牙點算好？當然係盡早介入做矯正，效果最理想。點解要早？年幼期正係顎骨發育嘅黃金期，肌功能矯正唔係硬拉牙齒，而係溫和引導上下顎骨健康生長。同時訓練小朋友用鼻呼吸，鼻呼吸有助顎骨正常擴展，仲可以改善睡眠質素同全身健康，一舉多得。缺牙點處理？我哋會用漸進式、舒適嘅隱適美矯正，先將現有牙齒排齊，同時精準為缺牙位置預留專屬空間。之後只需喺固定維持器上加一隻仿真假牙，唔使磨蝕兩邊好牙，美觀自然。當小朋友踏入青春期，牙齒整齊，缺牙位填補好，加上鼻呼吸習慣已成自然，唔單止笑容燦爛，身體發展都更健康，自信成長。